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是高铁桃园站长王美慈。那台湾高铁公司就是配合政府的疫情防治，那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升为1级开设我们积极展开各项超前部署的措施。那这一台的红外线体温量测仪就是我们超前部署的一项重要措施。这台量测仪是已获得卫福部第1等级医疗器材许可证，它的精准度达到正负0.3度，有效距离是6公尺，那温度范围是10度到40度。特别的是它有异常提醒的功能，就是温度过高的话，那可以让我们更有效的替旅客量测体温，确保旅客的健康安全。那各位目前就是这台体温量测仪呢，目前在我们桃园站有2处的设置，那一处就是各位现在所在的一个进站闸门区，那一处在地下1楼的进站闸门区。那已经完成安装测试。那个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电视荧幕，跟我们的红外线体温量测仪，它的电脑荧幕是同步的，所以一般旅客进来的话，它会正常的显示温度，那如果有体温过高的旅客经过的话，它会有一个声音的提醒，异常声音的提醒。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请旅客到副测区来，用核温枪再次做2次的确认。那现在我们就请我们的同仁示范一下体温过高旅客的处理。好，那这一位就是体温过高疑似体温过高旅客经过，那我们会请他到旁边的复检区。发烧的状况，那我先请高铁警察协助你留下资料，谢谢。小姐，不好意思因为你现在体温有点过高，所以我现在要查证你是否为那个居家检疫的身份。那麻烦你出示一下证件，或者是你的身份证字号，谢谢。那小姐经我们查证你不是那个居家检疫的身份，那后续的那个搭车事宜呢，我会请那个高铁人员来协助你。小姐，不好意思。你好，经查证您不是居家检疫的身份，那关于您手上的车票，可以到售票柜台协助您退费，那不收手续费。好，谢谢，来这边请。希望对。